来讲到咱国内碳费，按算伫明年要开始扣。台湾碳权交易所总公司伫咧高雄的两体科学园区挂牌，未来碳交所营运项目会分做国内碳权交易，也有国外的碳权买卖，甚至是碳咨询三大项目，而且也会提供教育训练。重工业发展真侪档的高雄市全台200多间碳排大户来看，高雄都有90几间，嘛，互高雄碳排量是全国2成，一档碳排的量是5700万吨。政府甲2025档净零排放的目标正式来立法，后面嘛推出着碳边境税等等的因素，因此催生着台湾碳权交易所，嘛由总统蔡英文亲身来揭牌。国内碳权的交易的部分，分为自愿减量额度的交易，跟增量抵换的交易2类，满足企业抵减碳汇、实现碳中和及因应环评抵换的需求。未来碳交所会分做3个交易板块来营运，包括着国内碳权的交易、国外碳权的买卖，还佫有碳咨询。伫咧国内会以自愿减量的野道交易，还佫有精量低换交易这2项来满足着企业的需求，嘛会提供着人才培训的资料。净零转型是我们最长远的国家发展计划之一，也是让台湾走向国际的新的契机。我们没有松懈的空间。政府当然就有责任来促进关键领域的这一些技术创新，还有引导产业的绿色转型。中央指出，台湾经济是真关度来挖靠着出口，成立着碳交所会当缀着国际的脚步，甲碳权放伫咧市场，会当创造着诱因，嘛会当带动着青色经济的人才培育。高雄市政府嘛强调，已经组成着产业的大联盟，未来会向着大企业带着小企业的方向，互这个政策会当更较好推动。记者王柳婷、柯正俊报道。